在世发光有两个面向，一个是真道在现代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到底基督徒把它看成什么样的力量？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变化多端的社会，能够持守真道、圣经的真道？然后我们怎么样在人的面前成为光，照在面前？这是今天我们要所学习的。好，那上个礼拜在选举的时候，牧师特别在尾端的时候提出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有人把不同世代的人取了一个名称哈。那特别提到说，我们现今这个世代已经进入到所谓的alpha 跟 beta， 好像有一种重新来过，因为希腊文的第一个字、第二个字开始了嘛哈。那其实它是从新的世代，我们现在可能刚开始在读小学、国中的这一群，还有包括即将要出生的这一代，我们把它当成这个 AI 的原住民的世代。当然，这个是一些社会学家或是一些公众的讨论所把它定位的。但是我们总能从这样的定位看到说，同样是在世界这个角度运转，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地球村的社会，因为网络时代让我们彼此相通，透过传播，我们大概都被影响到了。特别是在这个3C 出现的时候，网络时代时候，那我们是要用这个来当成一个提醒哈。AI 浪潮席卷全世界，这个看起来就不是人家的事了，因为我们都被经历到。它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形态，其实带来是颠覆性的影响跟改变。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手机不是刚开始开发的是阳春手机，只有那个09几号就打电话而已，对不对？经过差不多 iPhone 的智慧手机出来，曾经有一些人他就排斥说我不用智慧手机，因为被它绑住了。但是这个浪潮其实只是一个长短的时间而已，包括后来的网络，包括后来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是被逼着进场了，没有办法退。那 AI 的时代，我们很多年轻人应该都用得很普遍了。有2位美国的这个 AI 的大巨人他们讲这些话，给我们一些面向跟提醒。这位世界首富马斯克他这样讲，他说人工智慧非常可怕，可怕到让我失眠。他本身就是 AI 的前端但是他自己觉得很害怕，包括说他的孩子要不要用，他都有点担心换句话说，好像大家都往前走，你不得不跟，但是又觉得有一点害怕。他说最迟到明年2026年，人工智慧就可能发展到比最聪明的人类还要更聪明。其实我们有在接触的人都知道，其实不要到明年，现在就已经比人类聪明多了那再来的发展，就根本我们来不及回应了。这个马斯克他说，未来将会是一个不需要工作的时代。那这个是什么样的社会？大家营营无代志吗？那怎么办？这个是名人讲的，我们要思考看看他们讲的到底对不对了那我们也看到说一个黄仁勋台湾出生的，竟然把全世界的 AI 的东西弄得大家都不得不跟。他一回来台湾变成一个明星，前2天还来我们台南吃牛肉汤，还有吃粒粒水果冰，大家也变成比明星还追大家要看到他到底在吃什么。这个变成一个你没有办法去避免的时代。另外一个也是比尔盖茨，大家很熟悉的人，他也这样讲，他说当 AI 助理能包办你人生的大小事，什么问题都能解惑，还有人想上学吗？所以你可能要考虑到，你现在的小孩幼稚园呢，上国小，那后来需不需要到学校去读书嘞？因为 AI 比任何一个老师内容都要更精彩。那
将来社会怎么演变？当然，政府的整个社会的规范，真的是遇到很大的挑战。他说，他没有说不要工作，他说未来每天可能只要工作3天了哈。他改变最大的是说，2025年我们把它当成说一个 AI 的转折点，因为 AI 将以从未见过的速度加快创新发生，特别是在教育跟医疗。我们现在很多人从电脑、网络学的东西，可能比学校还多。你看有人竟然上网去学习怎么研究核子科技，直接在网上学了。特别医疗医疗方面这个领域但是比尔盖茨的意思是说，因为网络的发达、AI 的发达，很多人在偏乡的人可以得到平等发展的机会。那这个只是一个前沿的展现，就是说这个社会已经来了，那我们怎么面对？很多人的工作、很多人的生活形态都被改变。上一个礼拜我们牧者在台南中会有请一位这个网络的专家、AI 的专家来给我们分享教会怎么面对 AI 的时代。然后他有提到说，将来有很多人会失业了，有很多行业会失业就像以前我们手工的东西，现在都失去了，对不对？以前在开杂货店的，现在也都被 Seven 代替了。很多你不得不被放弃或是改变。然后他说有一些工作会失去，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他说模特会失去工作，然后摄影师、插画家、动画家，因为网络的模特比真人的模特还穿的衣服还漂亮不用现成的模特啦。还有翻译、DJ、编辑、作家也会失业，还有客服、推销员、柜台、秘书，还有包括 DJ 的程式设计师、DJ 的工程师，好像这个就是 AI 已经帮你取代了，你不用再请真人来帮忙。那第二批是什么？他说卡车司机、计程车的工作，还有机师的工作，因为无人计程车卡车司机很累，南北高速公路一直跑到杜姑发生事情 ，AI 帮你开啦，开多久都没问题，都不会杜姑。还有包括运动裁判，因为裁判现在电脑辅助比人的眼光判断更厉害，所以以后棒球的那个主审可能就是 AI 啦，放在那边，马上亮出来是好球坏球，因为他的判断比任何人的眼睛还厉害。他说还有包括那些危险工作的，可能消防员跟警察，当然这是一个人的预判啦到底会不会发生？我想有一些已经在发生了。不过他说有些不会消失啦大家看看是不是你的行业在里面？他说幼教老师不会消失，因为小朋友活蹦乱跳的，要有一位好的老师来陪伴还有歌手跟偶像，因为那个是有人格特质的现场的。你看现在演唱会那么多，还有运动员也不会消失，因为运动员他追求人类的体能的极限。他说还有包括牧师跟神职人员也不会消失。他讲起来好像牧师很安稳，不是啦。现在欧洲已经有那个 AI 的牧师啦，他讲得到不会口急，也不会逻辑不清，他讲的头是道。那当然他所讲的牧师跟神职人员的意思是说，他是在牧养在安慰、在关怀这些事情 ，AI 可能还不会取代。那不管如何，你会发现这个世代已经都来了，已经都变化了。我们不能是你是几岁，你都必须要面对这些。所以，我们说面对新的世代，它的价值观很多在变化，比如说家庭、两性、生育、宗教、伦理道德、工作、财务观念，这些都与我们原先约定俗成的价值观产生很大的对立跟冲突。没有人教，但是网络一大堆
已经塑造了新一代的年轻人的观念，他不一定要听你的。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在思考，我说我们台湾不是现在那个出生率比死亡率还低吗？就是老人比较多，年轻人幼儿越来越少。那到底为什么？照理讲，我们现在环境很好啊，一般年轻人他们的经济虽然说也蛮吃紧的，但是不会比以前贫苦吧？教育也不错，为什么大家不想生那这个就变成一个问题的存在。政府可能一大堆的补助给这些妈妈有一个很好的休假，但是大家不想生。我想一想当然不一定是对，但是我感觉我发现到说，现代人不是不想生小孩，他是原始的进一步的前面的就是现代人对婚姻没有信心。现代人对婚姻没有信心。以前我们不是说两个人结婚生孩子以后养儿防老，就是一个世代跟着一个世代。但现在已经变化到什么程度呢？因为现代人对婚姻不再是有那种终生的观念了。所以有些人可能他觉得说，我这个婚姻现在爱得很热烈，但是会不会产生变化？婚姻会不会产生变化？所以没有永远的信心，所以生小孩，如果有一天离开了怎么办？孩子怎么照顾？所以在心理上不是说特别想到，只是说在普遍的心境上，已经认为生了孩子可能会害到他们，因为婚姻没有办法持续。这个都是我们目前已经发生了，或是世代已经变化了。我们马教授在推动一个哀伤陪伴还有现在就增加一个叫婚姻的关怀。婚姻关怀当然其中一个是提到怎么样从信仰去帮助人克服婚姻的困难。那在跟马教授讨论的时候，就刚好看到一段新闻，他说现在台湾现在的社会不只是孩子减少了，他说离婚的对数比结婚的还多，就是说结婚的少，离婚的多。那我们不能说这个人不对，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去判断，而是因为大家在这个现代化的环境里面，婚姻持久的那种粘稠度已经越来越遇到挑战。所以因为这样，可能没有生小孩比较单纯我还可以自由自在。所以政府如果要推动生育更高，我想他要去让新的世代觉得这个婚姻是值得持守的，婚姻是神给我们最美好的礼物。不管如何，我的这个说法是让我们知道说，新世代的价值观变化太大了。那产生一个变化，有人要努力，有人想要去突破。那我们以美国为例美国最近在2个月前发生一件很重大的事件，大家可能很多在关心国际新闻的都会知道，这一位叫做查理·克克这位年轻人，他在努力去推广他的理念、信念，到校园去宣讲的时候，就是被另外一个年轻人用枪射杀了。这个在美国在前2个月发生很大的新闻了那我们在台湾大概没有办法说很完整去掌握，到底为什么一个年轻人口才很好到处找人家辩论宣扬他的信仰跟理念，讲他对圣经的认识他对福音的认识，竟然有人觉得你讲的会危害到我，所以呢用枪来解决。那个是美国其实形成很久了，就是我们所谓的美国的一个价值观的对立已经非常的严重，在那边生活的人可能比较体会得清楚。前几天碰到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就是教会的人员，就是2个礼拜前不是有新朋友来我们这边嘛，从美国回来。在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讲说，美国有很多社区
你知道这个社区是什么属性的，你不要进去。黑人社区，或是有些是白人至上的社区，你一进去可能就会被排斥，甚至在某一个生活的环境，那你讲话什么都要很小心。美国的对立的状况是我们在外面的人不是很清楚了解，但是我们很了解说他们的对立很严重，甚至包括川普总统在上一次选举选输，对不对？很多人跑到国会去抗议，甚至烧了国会嘞。你说，哎，一个选举怎么会严重到这种程度？表示说他们里面的对立很大。那最根深蒂固的，我们会听到一些名词啦，哈，比如说保守派，还有自由派、左派、右派，到底在吵什么？竟然可以用枪来解决事情。那可以看见说，美国原先是以信仰跟圣经来立国的，当初的宪法的精神，经过这几百年来，变化已经非常的大，因为有移民的问题，有一些国外的思想进来，还包括人种，已经让原先他们单纯的以圣经为立国的基础产生动摇。所以很多在美国生活过的人知道说，哎，原来在美国不能随便讲信仰的，你不能在校园里面随便说我们来祷告，哎，原来已经立法说你不能这样子，不能这样子，学生不能在学校里面怎么样，啊，才知道说，哎，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嘛，竟然很多限制都已经在里面。我们台湾还可以到校园里面去做所谓的彩虹妈妈来说故事，哎，还有得胜者可以到进那里面的。那所以很多变化是我们没有清楚，但是我只是说提出这个例子，知道这位年轻人因为看见他们的国家往世俗化发展，往那一些没有办法保障圣经的生活信仰基础在社会里面，所以他就勇敢发出了一些行动，然后到最后31岁就牺牲掉了。这位马斯克呢，这个科克呢，他勇敢在各校园去传播他的信仰，在2个月前被射杀。那这位青年基督思想家，他在9月10号在犹他州的校园宣讲福音跟信仰理念的时候就遇害了。那现在引起全美国的一些很大的波动啊，哈。那因为我们在国外也不清楚，但是知道说它的变化是很大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校园很多人因为他来改变，来接受福音，当然反对的人也很多，所以一般比较中立性的评论就是说，哎，科克好像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因为他很坚持他的福音信仰，很多保守他的观念，但是又有一些人对他非常的讨厌，非常的那个反对。那这位科克呢，他是美国很受瞩目的保守派思想家。政治影响力、演讲才能及社交媒体的巨大追随者，所以他成为一个美国公众生活中重要的人士了哈。所以科克的遇害呢，凸显出美国社会极端的很对立。所以甚至有人在做一个很悲观的判断说，再下去有可能美国会发生第2次内战，都有可能。你看到说，哎，川普会派联邦的军队进去哪一个州哪一个市，你就知道说，哎，奇怪，为什么我要派兵去管你属下的州跟市呢？表示说大家的理念已经冲突到一个地步。现在美国联邦不能运作，因为没有钱了，没有钱不让你运作，所以好像是一个很民主的社会，但却是遇到很多挑战跟荆棘。问题是说，这位科克被杀，可以看见说，在美国的社会，意见不同的人彼此成为敌人这个对话就被仇恨取代，暴力就成了选项。这是美国的现象。那有年轻人想要来改变，竭尽他的努力，甚至牺牲了生命，想要改变这个局势。其实同样弟兄姐妹，我们也了解台湾也有另外一种问题的。我们台湾一方面看到在光复乡的那个产值超人大家感动得不得了，看到那些影片大家都流泪有很温馨的人性的光辉。但是当你镜头一转，
转到国内的政治跟社会，又发现哇不得了，这个冲突对立，大家谁也不服谁那种场面很尖锐，一直存在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表面上我们大家一团和气，大家去逛街吃东西猪肉可以吃了，很高兴。但是暗地里面那一种冲突，一种隐忧，到底我们台湾这样的社会能不能安稳的存在？好像经济已经发展得不错了，但是我们又觉得没有一个安定。这个都是我们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因为思想不一样，观念不一样，还有价值观不一样。那产生这样的话，跟美国是不一样，但是其实那个冲突是有一点类似的。弟兄姐妹，在这一种环境里面，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我们是说我们在里面和和气气，大家快乐高兴，那就好了吗？还是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一个挑战的社会里面，仍然能够坚守真道，能够勇敢的为信仰来发声？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值得去思考的问题。所以在新世代中，勇敢持守真道，不是一个口号，而是我们实际要去努力的地方。因为我们坚信圣经是真理的根基，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最优先的。圣经不是一个意见而已哦，说你可以选择性，圣经你要不要那个你要不要，这个想法你要不要，而是我们认为圣经就是神在创造我们，还有在看见人类的困境的时候，他所给我们的启示。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认定说，在价值混乱的世代中，很多言论因为网络太方便了，你听到这个你听到那个意见太多了，甚至现在短影音，一个小小的影音就可以影响到你的认知，那你怎么办？你怎么判断哪一个人可以告诉你这个是对，那个是错的？更不用说诈骗，不得了，诈骗那一种说辞，让你觉得这个是专家给我讲的，我要听这个都已经来到我们社会了。之前很多人看到那个短影音看到很多医学家、医生跟你讲很多卫生的或是健康的理念，原来那个是 AI 做的，根本没有这种人医生会觉得这个不是真的嘞你听的会觉得好像很正确，这些都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那圣经在这个世代到底是已经消失了吗？还是它的价值更重要？所以基督徒有一个信念是勇敢为主做见证，不以福音为耻。这位柯克他讲一句话，他说：“我宁愿被嘲笑，也不愿隐藏我的信仰。”所以他才敢巡回各校，跟一大堆的，有时候是2、3千人他还邀请人家跟他辩论，就说你来证明我是错的他欢迎人家来跟他辩论，表示说他胸有成竹，或是他对信仰的坚持。所以信仰见证需要言语跟行动并行，那我们基督徒在现在这个社会更需要。第三个是在文化的挑战中站立得稳，因为当信仰被边缘化的时候，更是我们要见证的时候。这位柯克讲一句话，他说：“真理若沉默，谎言就得胜。”所以圣经不是信仰，不是一种政治立场，而是属灵的呼召。我们说我信这个，我赞成这个理念那个候选人选举的时候，你觉得他的讲法我对，我想要跟他，不是。圣经是一种启示，一种呼召，让你愿意跟随圣经的教导，来活出见证。这就刚刚我们讲的，圣经所读的，你要成为世界的光。弟兄姐妹，信仰被边缘化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有人认为信仰已经过时了，不再重要了。但是问题是在于说，当你把圣经的真理挪开的时候，到底哪一种才是你要跟的？这才问题更大。因为如果没有一个中心的思想，一个圣经的真理来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就会随波逐流，然后左右摇摆。前2个礼拜，我们中会这边有牧师他们组团去参观那个荷兰去特别去找到
在400年前，不是有荷兰人在我们这边统治了38年吗？荷兰派的第一个宣教师叫甘志士 Candidius 这位牧师，第一个来我们台南这边传福音。然后现在去问到说，原来在荷兰的地方有一间非常漂亮的教堂，现在还在。他们查到说，原来这间教堂当时400年前就是派了这位宣教师来我们这边。他们看完觉得哇，这个教堂盖得非常堂皇，非常美丽。不过有一点感叹，他说他们要进去不准你进去，因为你要缴费才能进去，因为那边已经成为一个观光点了，不是在让人家聚会的地方了。他们就感触说，当初是荷兰的牧师来传福音给我们台南的西拉雅族，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承受了这个福音的真理到现在400年，虽然只是局部的在台南这个地区，但是神的恩典已经在这边种下了。不过，当荷兰这个地方或是欧洲这个地方信仰慢慢被边缘化的时候，那价值观的判断就越来越混杂。有一天，如果台湾的教会这个信仰不再坚持，这个福音不再被广传的时候，是不是教会也变成一个观光点，或是个活动中心，而不再是在宣扬真理的地方？所以，文化的挑战你能站立得稳，是因为你坚持了福音的真理。第4个是用信仰来影响这个世代，因为信仰是需要被看见跟传递的。所以见证不是一种骄傲，说我得到多好的恩典啊，我怎么样啊，我得救了很成功很顺利，不是，而是一种借由你自己身份来见证一种仆人的心志。弟兄姐妹，在这个真理的关口，基督徒怎么样走出来为真理做见证？刚刚我说提了美国这个苛刻的经验，这是很特别啦。他在推动美国他成立一个非营利组织，叫做 Turning Point USA， 他叫美国转折点。哇，在很多校园，好像一个组织，像我们现在台湾的校园，不是有很多那个成立了很多的那个类似协会啦，或是他们的一个不同的组织来办什么活动这样子。然后他成立这个点呢，他借由一个圣经公民课程，影响了很多年轻人。就说一位31岁的年轻人竟然可以影响到那么大，他才是让人家觉得很好奇的地方不过他的效果已经在美国的那个社会呈现了，因为他借由圣经真理的教导，让人认识圣经如何透过圣经来塑造美国的宪法。所以有数千间的教会得到复兴，有20万人来归信，这是他们在美国这边的统计所以他借由这样的活动事工，很多人愿意支持配合，所以教导信徒在政治跟社区中活出信仰，带来复兴。这是让我们感到，为什么有这样的人会出来做这样的事情？是他们发现美国的一个信仰价值已经开始在衰退。所以他们想要把它挽回过来。不过我的观察是因为会被射杀，当然不单纯是为了圣经的信仰，因为这个科克他认为川普的政治立场跟他比较相近，所以很支持他。我相信这个跟他被射杀是比较有关系的啦，是政治的立场。因为知道川普在选举之前也被开枪过嘛。那其实在美国，竟然为了政治立场可以开枪杀人，这是我们觉得很困难去理解的地方。但是在这个世代里面，牧师借由这些圣经的经文，跟大家一起学习说，无论是 AI 的世代，台湾面对的这个社会，怎么样再次发光传扬真道我们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光也让照在人面前。提摩太5章16节，这段经文里面，他跟我们讲说，光就是放在城上面城山上嘛，要不然就是
放在灯台上嘛，照亮人家，不能放在斗底下啊。所以他鼓励我们说，我们光也让照在人面前。特别后面一句话来做诠释，他说：“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来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亲。”换句话说，基督徒在台湾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光就是好行为，这个光就是见证。你是要被人家看见，而不是隐藏起来。所以基督徒不是说啊，我信耶稣很好，我觉得感觉很好，那就这样子而已，而是你愿意把你的光照射出来，让人家看见。所以用圣经的真理成为行动的指南，扭转歪曲偏向的世俗文化。基督徒怎么样在这个社会为主发光，那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没错。因为这个世代大家不大相信权威。你说我讲的是对，那说为什么我要相信你？但是见证就不一样，因为你用生命来影响生命。第二个是，我们要传扬悔改的福音，让国家得医治。这段经文里面，在历代志下7章14节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换句话说，这个悔改不是做错事情的悔改，而是归向神的真理跟恩典。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我们的国家也需要这样。这是历代志下7章14节所说的。怎么样？就是这位苛刻他在希望他们的国家像这样经文所写的一样，能够改变，回到圣经的真理。那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因为在美国我们都常听到一些名词了，比如说左派、右派、保守派、自由派，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思想理论，但是已经在他们的生活上，在他们的政治上已经非常根深蒂固了。大家对立很严重，还包括种族的问题，包括移民的问题，包括毒品的问题。哇，在美国真的不是很简单就能解决的事。但是有人愿意出来做见证，勇敢的扭转。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勇敢做见证，成为世上的光？耶稣曾经告诫他的门徒说：“世人若恨你们，应当知道，在你们以前也恨我。你们若服侍我，就必受逼迫。”成为见证，并不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啊。很多事情是被挑战的，是被排斥的，甚至被污蔑的，甚至被驱离的。很多做见证的人、传福音人都知道，像保罗一样，像历代的宣教师也一样。我们在台湾很多宣教师曾经遇到很多的迫害跟苦难，这些是耶稣老早就告诉我们的。但是保罗也要这样勉励我们说：务要传道，不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段经文是用那个和合本大家比较习惯，得时不得时怎么样去做。我们感谢主，就是我们的教会推动幸福小组已经第8期了。每一次在开始在呼召的时候，很多小组长或是同工都觉得哇，好像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不对？挑战不是说我付不出这个时间，很多挑战是第一个找不到同工，第二个是要办这么活动，要很多的人来协助。那另外一个困难是说，这个要做办幸福小组我办得丰丰盛盛的，但是找不到 base 的怎么办？其实是很大的挑战。他是感谢主，每一年大家有这样的困难，但是大家又做得非常的然后做得很高兴就对了，觉得很多的辛苦很值得，因为遇到很多美好的回馈跟回应。有一些照片，牧师可以分享一下这2个月来，感谢主，很多团体，这个幸福小组大概现在接近尾声，剩下几个小组还在办，已经都茶会或是小组都完成了。我们可以快速的看到这些照片，一大群的人一起为了传福音，付出他们的时间，勇敢努力。
算一算，我们教会如果有20个小组，有的是合并在一起做的。我们简单来想，如果他茶会或是幸福小组比较多期啦哈，多周，但是平均2周就好，每一个小组2周，20个小组多少？40次啊，40次，每一次如果接触10个 base 的，那大概有200个。在短短2个月，我们接触那么多的 base 的，虽然我们不能保证他一下子就决志了要信主，但是这个传福音得时跟不得时是很让人家感动的。这些照片我们都可以来不及一一看啦。我们说网络上我们的那个 FB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群可爱的同工，他们怎么样邀集这一群base 的他生活上的朋友、家人一起来领受这样的福音。藉由各样的活动来引起。我们今年呢有2个小组特别又有新的创意哈，他们除了办幸福小组之外，有小组用手作来吸引一些愿意来参加的人。他可能对信仰还不是很理解，但他先喜欢做手作我们的密侦小组这样子做，很多人自动报名，而且要排队。那藉由这样的活动，很多人接触福音。我们也有类似办这个体能训练的，或是那个律动的哈，来我们有2个小组一起合并哈，我们的泽龙小组西道小组，他们邀请专业的老师来指导我们怎么样来训练肌力啦哈训练肢体动作啦，那么这样也有很多人愿意来。那所以福音的真理不变，但是方式在微调。我们教会的创意越来越多哈，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些改变，已经有人决志要信主了，有受洗要决志受洗了。那这些活动，我们相信神在中间做工，有这样的人已经领到这样的受洗单哈。我们感谢主是说，在这个很困难的环境里面，大家忙碌的当中，还是愿意投入。我们一起为这一群同工祷告，因为他们最重要的关键是临门一脚，怎么样找到这一群base他愿意受洗。我们期待这个荣耀丰收有21天的这个禁食祷告的时间，今天就开始了。我们期待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在21天当中有3周嘛每周至少有1餐可以参与在里面，所以你可以在1楼的那个公布人签名说，我要在礼拜2的中午，或是礼拜天的中午、礼拜3的中午1餐，然后下个礼拜也差不多这样子。希望大家同心的祷告，这一群base的他们领受福音，而且有一个感动，愿意受洗。弟兄姐妹，提摩太后书4章34节这样跟我们提醒我们说：时候将到，那时人要拒绝健全的教义，随从自己的欲望，到处拜人为师，好来满足他们发扬的耳朵。他们掩耳不听真理的话，却倾向荒唐的传说。这个不是夸张，而是我们在现代社会面临到了。我们回到刚刚在介绍这位查理·科克，他其实面对很激烈的批评，因为你这样的坚持一定有反对所以在美国的对立的社会，他遇到死亡的威胁。其实他不是在那一天发生事情之前都没有预兆很多警告或是很多的威胁都已经来，但是他觉得他为真理，所以美国有一些比较支持他的人认为他是殉道，就说为了福音来殉道。那他是为了福音真理，勇敢在媒体、在学校来传福音，已经有很多成果了。他在遇事后，他的遗言激发了全国的祷告会，有10万人在线上参与，教会增长100%。这个牺牲点燃了信仰之火。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没有像科克那样的环境，或是他的那个强大的力量，但是坚持为主做见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不怕世人的反对，勇敢为基督做见证，你的话语也许会成为他人归向神的契机。
最后，我们在迎接50禧年，我们一起努力，我们来团结教会，实现复兴。就像《使徒行传》2章42到40节这段经文谈到一句话说：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添给他们。感谢主，期待这样的学习。查理·科克他的生命提醒我们：坚守圣经，勇敢为主做见证，团结教会是改变社会的一个力量。其实他的遇害不是终点，是另外校园复兴的一个起点。因为很多人追随他嘛，一个科克死了，他的更多的科克愿意出来坚持这个信仰。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能够这样子被呼召传承这个火炬，成为世上的光。期待弟兄姐妹在这个传福音的世代，我们在迎接50禧年的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岗位上将真理来守住，成为世上的光，传扬主的福音。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这首诗歌大家应该很